礼拜就爱转去公司上班啊。今仔日早起，就困过头。昨暗时翻点拢还袂困，一直甲翁斗相共，补到差不多3点，我就先困，倒袂牢。阮翁就搁继续拼，毋知影伊几点才来困。咱今仔早起困过头啊！有凉钱仔第一道凉钱仔有互我精神。因为是手机仔的，手机仔会当是迄种，搁困10分钟以后，搁响第二摆、第二道。变做讲早起起床的时，拢是迟到的时间啊。毋过阮翁嘛无一直甲我骂，抑是讲足紧张，伊就想讲紧甲代志处理会紧拼去公司。我的心情嘛较平静。就是讲今仔日我游园伫厝上班，可能安尼有差，就变做讲两个关系有改善。翁爸讲，哪会叫我起床，就一直足冲动的、足气的。伊是有抱怨，毋过讲无讲安尼天要放落来即种形体，较冷静。伊可能嘛想讲，昨真正拼伤晏，而且我嘛，这连续2工暗暝拢甲伊斗相共。今仔日就是早起，我是较好运因为我伫厝上班，变做讲咱起床的时间，也是无超过讲我顿卡上晡上后的时段。阮公司上班有分做几个时段，互你选，就做满8点钟以后，就会当下班。毋过这个上班时间嘛是有一个限制，有一个区约的时段。拄啊好，我嘛无超过。就应该是讲公司的时段较放松较灵啊。搁较晚，我应该嘛无算迟到。就是较晚下班尔。搁拄啊好伫厝内上班嘛，毋免去赶来赶去，撞来撞去。安尼就上班以后，我就伫厝里上班。感觉讲拢毋甘出门。想要做的代志足济，伫厝有一台电脑，就会当做足济代志啊。毋过中昼时就是嘛是爱出门办一寡代志。这几工拢无办，拢无出门，嘛是爱找一工。中昼的时阵，外出甲代志办呢。我就有想洗身躯，清气秀，搁吹头鬃，就有想起一寡代志。亲像讲循循善诱，就是我这几工听这 YouTuber 中国人因讲的，讲伊若要甲一寡小粉红仔，抑是讲想要甲一寡阻碍中国，互中国共产党洗脑的人，要互因醒起来，毋是讲一直骂，也无就是用一寡足罕的较互人惊吓的影片，也无就是迄个标题听起来就是足有立场。因的主张是讲豆豆仔来，互你
听起来袂想讲这人一听就是要讲中国的歹话，豆豆互因会当听会当听落耳孔内底，搁渐渐影响因的思想。当然伊嘛是讲伫 YouTube 会当趁着钱，自媒体嘛，安尼是好代志。若讲拢爱人付出，靠一个热情、热热热炎炎热情、热情热情，无啥会晓讲，靠热情去甲热情毋过拢无啥物回报嘛。我补充一个，就是讲早起虽讲是起床就困过头，毋过迄是我的心理袂讲有一种受害者，讲哎呀，即个歹凊凊的，过来要甲我糟蹋。我无即种心情。阮翁可能嘛无讲去责备啥物人伊若讲我害足激动。若安尼，我心内会想讲，对，伊意思就是讲是我的问题。我即马就甲即种受害者的心理甲伊挽掉。就看互自然，就是讲昨遐晚困，就是总是会困过头咱人都毋是铁拍的，是肉做的。补充这，搁讲转来讲，伫 YouTube 的时，我看伊就是爱豆豆甲人观念影响莫一个就是足极端，安尼大家若讲伊还袂受着启蒙，还袂受着重要的还袂讲有一寡刺激。以前拢无替人思想刺激过话，有可能伊就先去排斥，用伊的目镜去看代志。有的人就是较好心，认为讲对安尼的人，我就需要用一寡技巧。当然嘛，有的人就想讲，我就教会当听会落对我的话听会落去的人，我就对因讲就好我对象就即寡人就好其他若讲遐爱共产党，我嘛无因法。毋过安尼想的人，就是较无法度讲扩大伊的影响力。伊就是讲互一寡香港台湾的网友听本地咱就有即种思想听伊讲，只是讲看一个中国人伫咧反共，安尼听甲真爽尔嘛无意义嘛无遐大就有诚济人就是有做足济代志对我来讲，就是讲，若是甲人讲要安怎思考，用啥物足济面向来去看代志，有甲我教安尼我就有想要一直听因为就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考方式年岁愈来愈大，愈知影讲咱人的人生定定是陷落伫思想，徛伫思想内底毋是讲年岁愈大愈歹运，年岁愈大，逐个就看有岁济岁人看袂起因其实毋是安尼，拢是家己的思想造成的有一寡偏见无就是讲爱找甲家己意见会合的人，
若意见白合，就无想要接笑。我想想诶，早起有听广播电台call in入去，拢是政治，大家拢共款听一个政党，共一个政党。毋过我想想诶，这call in嘛是一个交通，嘛是一个沟通。伊伫call in讲一寡代志，伊有可能替主持人拒绝，主持人会讲咱莫讲这。主持人嘛有可能讲有理，有诶人会较玻璃，较高受伤。我嘛是做高受伤诶人，就若亲像家己诶阿爸共款，别人若讲，这喙讲一句话，伊就看甲足重，感觉讲即个人就是看我无。我即马就知影讲，有时阵人讲这一句话、两句话，这袂甲家己伤害着。有渐渐有即个自信，家己会当互家己上大诶信心，毋免靠讲，这人有倒边要安怎讲？即个朋友、迄个朋友、迄个主持人、迄个网友，搁偌济人去收集，足济人甲我称赞，足济人甲我讲同意，毋免去追求这。这就若亲像讲，我看 YouTube 迄种，伫反中国诶中国人，因有讲着讲即马习近平，习近平就是希望有即种气氛，就是爱讲，这美国某物人啊，某一个网络出名诶人，去讲中国诶好话，就这人嘛讲，迄人嘛讲，就需要足济人讲，安尼，互大家认为讲中国真正做好。毋过，若是伊是一个有自信诶人，是为内底认为家己有自信，家己诶人民就会当同意家己即个中国诚好诶话。若是安尼诶话，是无需要讲靠外口诶人。安尼想起来，我嘛想着，我嘛是有即种问题。拢需要大家开喙拢讲好话，甲我报，我较认为讲，我安尼做是对的。我拄着知己啊。其实毋免安尼啊，我着家己知影家己做诶代志。我诶智慧若讲比一般身躯边诶人搁较深，我着遐深诶人啊。你着知影讲身躯边诶人，哪有可能讲来甲你赞同？会当赞同家己诶，知影家己伫咧创啥，敢若有家己尔。就若亲像讲，我昨去上台语课，即个老师伊就是，伊伫咧思想方面就想讲，外公外妈为虾米？教育部爱伫字典内底甲伊摕掉，安尼安怎无好？搁有伊对同性恋、同性婚姻嘛是足排斥的。阮需要讲，因为身躯边我诶台语老师台语讲遐好，结果伊就讲同性恋无好，安尼。同性恋就真正无好，我就无好。毋免安尼想。毋过呢，一般人拢会安尼，就是对家己无够信任，毋敢相信，毋敢互家己自信。若亲像讲，我学台语、讲台语嘛是共款诶道理。我会讲，我今仔伫 Clubhouse。
啊，有人有讲我台语讲甲足亲像自细汉就讲台语大汉的，若听着即种话，我偌尔啊欢喜咧。有时阵就开始比较，讲即个人的台语比我搁较厉害。这就甲中国人即摆心情共款需要去爬一寡媒体啊，爬一寡网络会较出名、较有人缘的即个 YouTuber 就需要直播的人需要讲因来学老，安尼收集做侪学老，较有法度代表讲，即个中国是真正好。就若亲像讲，我无相信讲我的台语真好，也无就是未来会愈来愈好。我无即种信心，就需要去收集讲即个人嘛讲我台语有进步，迄个人嘛来讲我台语袂歹哦，真厉害哦。毋管是客气话，抑是啥物拢不管。都需要即种物件，互家己有自信。安尼就代表我这个人对讲台语实在是无够自信。无够自信，讲台语当然就是会卡，而且有可能就是即个喷即个气啊，会足大力咧，足大力去喷麦去喷迄空气。有可能安尼。我着爱相信讲，相信家己。咱着定定看做短时间内底举一个例。因为我最近有去大埔的即个赖的社团，我着摕这来做例。因着讲，有的人啊，伊嘛会比较平平拢是翁外口有查甫的人会大埔，因会比较讲，伊是2冬就行出来啊，我哪会3冬？有人是2冬，代志就解决啦。有的人是爱开足侪钱去甲找即个心灵治疗师去找这人。爱开钱啊，搁有人可能去找心理咨商师嘛有，就会比较。有的人哪会看文章看的免开偌济钱，毋免开足济时间，就行出来啊，就有力量啊。嘛是会安尼比较。毋过呢，对我来讲，用我的眼光来看。去计较讲，即个翁外口有查某啊，伊有回我的赖无？伊讲即句话口气有好无？伊有主动甲我关心，去看即个物件，拢是做短，做短暂的一寡，毋是短暂，就是讲，即物件拢是做细啦，做细物件就若亲像讲，咱即马大汉啊，若讲搁一直记条条讲，细汉的时每一届考试，每一道的考试，我若这题写毋着，这个题目写毋着，也无就是计较讲，我哪会无去看着即个题目？有看册，毋过看毋着所在，老师考出来的拄好拢无看着，真无彩，真毋冤。若讲咱拢遐大汉啊，搁定定去转去想以早考试的代志，倒一题安怎？某物人考甲比家己搁较好，这毋是介好笑吗？咱即马当然就是看咱即马是安怎的人，以早安尼细项代志，考试几分，搁几分几名排第几顶的，
这已经过去，拢无重要啊。毋过即马咱因为搁伫过去，咱就变讲对这细汉的代志是有即个执念的有一个坚持的念头。就亲像有人会去计较啊，计较讲，某物人哪会较厉害啊？啊无讲某物人共款，互即个老师这就是帮助大宝会当讲解决伊的心理问题，会当陪伴伊。这老师有学了讲，某物人讲啊诚好，某物人做用功的，啊无就是即个老师一定会讲甲某几个人较好，私底下也是讲，台面上拢较有投缘，较有伫联络，一定是有即种现象。若大家拢伫计较这，这就是毋知影未来家己转来看即段，敢若会去看讲。我即马翁有转来无？囡仔有受着影响无？我有快乐无？以早迄做细汉的代志，这无啥物通好计较。就若亲像讲，我即马我进前伫上团体台语课，我嘛是讲，老师问的问题，问这题，我回答甲无好，倒一个同学比我搁较厉害，我搁有去上家教的课啊，搁有去接笑台语足侪，就一档两档啊，拢有一个以早咧讲华语，今仔较来上课的人，拢比我搁较厉害，我就一直去计较这。这就是足可笑，因为大家看的是未来家己是毋是搁会记得讲台语这件代志，搁有重视讲台语这件代志无？咱袂去看讲你上课台语讲甲安怎，老师的问题你拢有反应拢知影答案。无人会去计较这，会计较的，敢若是咱家己尔。咱着家己的心，着亲像即摆的中国共款，中国人的心共款，就是一直去注重讲做细项的代志，而且拢是别人安怎想，阮咧想的，就是思想会当帮助家己，若亲像讲，进前我伫写册、写小说，我着为着要互大家对我的小说会好恨啊，会想要看，会当开发一寡我的观众，我着会去别作者下骹拢去做一寡回应，就拄着一个，伊就甲我封锁，封锁甲单，伊迄时阵就想讲，为怎样我拢讲一寡伊不爱听的话，讲一寡讲我着介意某物大歹人伫册内底角色，我毋知影，我着介意啊！你讲主角足可怜，我就是无感觉，即个作者是无法度听即种话。即摆想的，就是讲，若讲咱拢过甲一档两档以后，我若会使知影讲，我写册写出来的作品，我要安怎面对？即摆咱写出来的作品有足大的问题是讲。若无人欣赏，无人有兴趣，就拼地边，拢无人去看。即种孤单，即种想讲我到底写互谁看？
无就是讲即个时代真正毋是我诶时代啊。即种想法拢会走出来。毋过呢，若未来我会当豆豆了解讲我较作品诶关系。一般我期待有读者甲作品诶关系，读者甲我诶关系，就若亲像讲今仔日伫 YouTube 迄种中国人，毋过阁反对中共，讲中共歹话，本地就会足侪中国人起来甲因骂。这就共款啊，就是讲你要安怎面对？你认为你讲诶话甲你诶关系是啥物？有赞成诶人，嘛有反对诶人。这两种人甲你诶关系，这做相共诶。以后我若讲嘛会写作品，嘛会拄着讲即个甲我封锁诶即个作者伊诶问题拢会我嘛会拄着。咱要安怎去超越？是要安怎家己度过？是要安怎讲？看互开放下等等，就是讲，若我有成长啊，对我来讲，未来我就是对讲，以早啥物人对我讲啥物话，甲我封锁啊，无客气啊，无道理啊，甲我欺负啊，这种代志拢无重要，拢是细项代志啊。因为未来我有可能，我就是超脱，我就是知影讲，我诶作品甲有人看，无人看，阁有我看家己诶作品等等，即个关系是安怎？啥物对我来讲是重要诶？阁有讲找着意义，阁有价值。那这就是讲，若即个作者伊游玩是共款诶想法，就是足生气诶，讲哪有人会甲我反对？伊若去甲讲2年后、3年后拢无进步，结果咧，伊变做讲，伊写搁较侪作品，作品是愈来愈好，毋过伊无法度去理解讲，伊甲作品甲就是较学诶读者，阁有较热情、较对伊较适中诶读者，这等等诶关系，变做伊拢无伫这内底关系内底成长诶话，随望伊作品变做侪，伊诶对适中诶读者嘛诚侪，毋过伊依然是无法度去超越即个问题，而且即个问题、即种关系会定定拄着啊。伊若讲换一个写法，有人就会开始抗议等等，拢有可能。就是讲，我爱的是这事件内底，我有学着物件，有成长无？有讲为着未来家己对未来家己是有帮助的，抑是讲为未来家己增加足侪心理上、精神上的负担，就是对我来讲，这较重要。就毋免去计较讲，这个人有甲我欺负，这个人哪会对我的物件拢无兴趣？就是袂去计较讲，这足细项的物件。我就想讲，这个过程重要的是
我有成长无？就若亲像讲学台语即件代志，我即马毋管讲，我伫咧台语的日记，也是讲，我伫咧讲台语，有诶人反应就是会听无，就会甲你，甲你，口说啊，无有人是讲，求你讲中文啊，有诶人就，无就是讲，我练习的即个日记，逐个拢无啥兴趣，拢有可能，毋过我就毋免去计较讲，逐个哪会安尼啊？拢毋免，就是看讲，我即马我拍拼的代志，对未来我的台语是有帮助的。有帮助一定是有啊，除非讲我着放弃，无就算我即马讲毋对，即马讲无好，未来就会变好啊，一定是会安尼嘛。无人讲愈来愈歹，阁一直做吼。就是爱相信讲，未来家己是即马做诶代志，是对未来家己有帮助，就毋免去计较讲即马做诶代志，逐家拍诶分数，我着想象讲，别人是对我拍分数，伊拍几分啊？就毋免去计较即种代志，就希望家己是为家己的思想去成长，做一寡选择，若亲像讲同事甲我讲公事，我是要甲因讲台语咧，抑是讲华语，有诶人会想讲你来公司，你是来趁钱诶，毋是来练台语诶。当然啦，你就是爱讲华语啊，讲华语上无问题，嘛袂互大家困扰。照我来讲，我就是看人啊，有时阵就会当讲就莫白记字，会当练几句仔台语莫白记字就是就是家己的观念甲思想会影响大家伫生活中每一个选择毋过家己的价值观家己对家己的即个自信会反映伫讲别人的反应。有诶人有可能就直接抗议啊，讲你莫讲台语好无？无就讲你讲中文好无？我听甲足艰苦诶。有诶人会直接安尼讲。毋过，若家己对家己的即个价值是足悬的，安尼就袂讲这人安尼讲，就影响我的台语的深度啊。因为伊就是讲破嘛，讲破讲你着点破破解讲你就是台语无好，讲硬讲。毋过咧，我若是对家己的价值观足悬的，我就会知影讲，是啊，我即马就是硬讲啊，我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讲莫白记讲台语即件代志。虽望你无赞成讲我动不动就讲两句仔台语，毋过我做即项代志你无认同，毋过是无违背我的原则的，等等就是即种想法。即马就是知影讲转变家己的思想，比如讲今仔做好运的拢拄着对我做赞成的人，今仔做好运的我表现袂歹，即种实际上拢无重要啊。就亲像讲，我伫咧大埔社团遐，因有讲，讲逐个过程无共款，即个家己的翁
的反应嘛无共款，结局有可能嘛无共款，有诶是离婚，有诶是讲搁重新生活，而且讲找着婚姻诶问题关系，学着要安怎提升两个人相处诶关系，搁较和乐，有诶人就学着，就是毋免去比较讲啥物是好诶，啥物无好，时间真短就解决是好。这拢无分好歹无分，主要诶是即个过程中间有学着物件就好啊。毋免讲我着爱学到100分，着若亲像讲，我即摆开始学台语，才像台语共款。我上课家教的课，啥物课，我只要有成长，就会当。讲无退步有进步，无就是讲无进步，毋过无退步，安尼就有够啊！因为安尼就是豆豆来豆豆来，未来家己拢是比昨个家己搁较好啊！搁较加强，看是加强讲自信，抑是讲台语，抑是知影讲写册即个作品若无人看，家己会看见即种坚强、即种自信、即种开拓、开阔的思想等等，就是讲拢会进步的只是讲莫去计较讲这效率较紧啊，即种计较实在是较无彩，就是安尼。